各位街坊，出門旅行本來係一件令到人好興奮、好期待嘅開心事，但係唔知大家有冇試過？明明你已經好早就去到機場 check in 咗件行李，諗住落機之後可以輕輕鬆鬆攞返件衫換，點知到咗目的地，企喺個行李輸送帶側邊，等咗足足半個鐘，甚至1個鐘，睇住周圍啲人一個二個攞完行李走晒，條輸送帶轉到停埋，你件行李依然係影都冇隻，又或者最慘嘅係，你終於見到件行李出嚟，但係個手柄斷咗，成個篋身花晒，直頭好似喺戰場返嚟咁，連個鎖頭都俾人撞爛埋。呢啲慘無人道嘅情況，其實每日都喺世界各地唔同嘅機場發生緊，發生嘅頻率高到你根本唔敢相信。今日我就同大家逐一拆解，到底係咩原因令到你個心愛嘅行李篋會慘遭破壞，仲有啲咩係地勤人員從來唔會主動同你講，但係你身為乘客一定要知嘅機場內幕。講到出發前嘅準備，好多街坊都會喺自己個行李篋上面動下腦筋，諗住加啲裝飾。有啲人會紮條顏色鮮艷嘅絲帶，有啲人會掛個大大隻嘅毛絨公仔，甚至仲有人會專登買個好靚嘅防塵保護套。大家心入面諗住嘅，梗係覺得咁樣做一嚟容易認，二嚟可以保護個行李篋唔好刮花，真係一舉兩得。但係如果你試下問啲喺機場做地勤或者喺行李處理區工作嘅專業人士，佢哋見到你咁樣做，心入面一定會默默咁諗。呢個行李篋今次死定啦！呢句說話真係一啲都冇誇張，事實就係咁殘酷。你以為係保護緊行李嘅嘢，喺機場嗰個極速運轉嘅自動化系統入面，分分鐘會變成物理殺手，親手送走你個行李篋。我哋先嚟講下最常見嘅花繩同埋掛件。大家有冇認真諗過，當你個行李篋喺櫃台入咗閘，喺你眼前消失之後，佢究竟經歷咗啲咩奇幻旅程？行李 check in 之後，佢會被放上一條長達幾十公里嘅高速輸送系統。呢個系統入面唔單止有高速運作嘅傳送帶，仲有好多分流齒輪、斜坡爬升裝置，同埋一啲自動掃描儀器。所有嘢都係以極高速度運作緊。呢啲機器絕對唔會因為你個行李篋上面紮咗條好靚嘅絲帶就錫住佢，或者特登慢落嚟。一旦你條絲帶唔好彩捲入咗傳送帶嘅罅隙，或者齒輪入面，嗰種瞬間產生嘅拉力係大到你無法想象。輕則你個行李篋嘅手柄會直接被扯斷，重則直頭連個篋身都會被撕裂開，入面啲私人物品散落到成地都係。而成個過程喺地庫嘅自動化系統入面發生，根本無人會睇到，亦都無人會理。等你飛到去目的地，發現件行李爛咗嘅時候，基本上已經係欲掃無門，好難追究。至於嗰啲毛絨公仔同掛件，其實道理都係一樣，佢哋鬆鬆散散咁掛喺手柄或者拉鏈頭上面，只要其中一次卡住咗機器，嗰個就係噩夢嘅開始。表面上呢啲嘢係幫你喺茫茫行李海入面認返個篋，但係實際上佢哋係增加咗你行李被毀滅嘅風險。跟住落嚟要講嘅係，好多人都好鍾意用嘅防塵保護套。好多街坊可能覺得我不紮絲帶，唔掛公仔，套返個保護套，總應該萬無一失啦啩。事實剛好相反，市面上大部分嘅防塵套都係用一啲好光滑嘅面料做嘅，摩擦力非常之低。當傳送帶需要將行李推上斜坡嘅時候，你個行李篋就好容易因為個套太滑而喺斜面上打滑，輕則撞到後面其他行李，重則可能直接飛出軌道墮落到地面。仲有一點係大家平時睇唔到嘅，就係地勤搬運工人力嘅運作方式。喺機場後勤區，地勤人員處理每一件行李嘅時間平均只有3至5秒。如果因為你個保護套位移咗，遮住咗個手柄，搬運人員喺嗰幾秒鐘之內捉唔穩個篋，件行李就會直接跌落地。咁樣一跌，行李箱入面嘅貴重物品或者個篋嘅邊角位都會受到嚴重損毀。仲有一個好多人都唔知嘅秘密，如果件行李需要經過人工開篋安檢，而安檢人員發現個保護套阻礙佢哋檢查嘅話，有啲機場嘅安檢人員係會直接暴力咁拆開佢，佢哋絕對唔會溫柔咁幫你慢慢拆，慢慢裝返好。所以話買個保護套本意係想保護個篋，結果反而惹嚟更多麻煩同埋損壞。
真係得不償失。講完行李外部嘅裝飾，我哋再嚟講一樣更加隱蔽，但係殺傷力仲大嘅嘢，就係行李篋上面殘留嘅舊飛行標籤。好多人飛完一轉之後，隨手撕咗半截個標籤就算數，覺得下次飛嘅時候再貼新嘅就得，結果搞到個行李篋上面積埋咗3、4張新舊不一嘅標籤，密密麻麻咁貼晒喺度。你知唔知呢個習慣係導致13%嘅行李延誤或者丟失嘅主要原因？依家嘅機場自動標籤閱讀器係會進行360度全方位掃描條形碼嘅。當你個行李篋上面同時存在幾張新舊標籤嘅時候，機器好大機會會同時讀取到幾個唔同嘅目的地資料，咁樣就會出現識別混亂，結果就係件行李被劃向一條錯誤嘅飛機路軌。你可能係去緊東京，但你個行李篋可能因為張舊標籤而去咗首爾。係啊，呢件事聽落好荒謬，但係每日都真真實實咁喺機場發生緊。如果機器真係識別唔到，件行李就會被送到人工編碼區，等人工核對，咁樣一耽誤時間。特別係如果你需要轉機嘅話，你件行李基本上係趕唔上原定班機嘅，可能要等下一班，甚至隔1、2日至送到。既然知道咗呢啲問題嘅症結所在，我哋跟住落嚟就講講解決方法。我特別整理咗4個招數，全部都係簡單又實用，只要大家照住做，保證你嘅行李行程冇煩惱。第一招就係形態極簡化。喺你出發去機場之前，請務必幫你個行李篋做一次全身檢查，將所有絲帶、掛件、毛絨、公仔通通除晒落嚟。確保行李篋外面冇任何突出、搖晃或者懸掛嘅嘢。你要記住，你個行李篋喺輸送帶上面行嘅時候，一定要保持圓滑同埋簡潔。只有冇任何突出位，先可以喺機場複雜嘅物流系統入面安全通過每一個環節。如果你真係好中意嗰啲裝飾品，可以留返落機之後先至裝上去。喺上輸送帶之前，請通通將佢哋收埋。第二招就係標籤清零化。每次旅行完返到屋企，第一件事唔係開篋拎嘢，而係處理咗張舊標籤先。可以撕得掉嘅就徹底撕乾淨，連殘餘嗰啲膠水漬都要處理好。如果真係撕唔乾淨嘅話，就攞支黑色嘅油性記號筆，將個條形碼全部塗黑，確保機器完全掃描唔到。大家千祈唔好嫌麻煩，咁樣做係為咗保證你下次出發嘅時候，個篋上面只有一張清晰正確嘅目的地標籤。咁樣機器掃描先會準確無誤，行李先可以直達正確嘅航班。建議大家養成一個習慣，每次旅行返嚟開篋之前先撕標籤，當係一個重新出發嘅儀式。第三招係行李箱內部嘅備份，呢招係好多人會忽略嘅。即使你件行李外面張標籤真係唔好彩跌咗或者整爛咗，只要你做咗內部備份，一樣有救。做法非常簡單。就係喺行李篋入面嘅最頂層放一張好大嘅白紙，上面用清楚嘅字跡寫埋你嘅全名、聯絡電話。記住，電話一定要加上國際區號，例如香港就加852，仲要寫埋你嘅電子郵件地址以及你呢次旅行目的地嘅地址。字要寫得大，寫得清楚。萬一你個行李篋真係丟失咗，機場人員喺開篋檢查嘅時候，第一眼就可以見到你嘅聯絡資料。咁樣佢哋就可以用最快速度將行李歸還俾你。呢個方法嘅成本係0，時間亦都唔使5分鐘，但係關鍵時刻真係可以幫你救返個行李篋。如果你嫌手寫字唔靚，用打印機印出嚟，放入個透明文件袋入面，效果仲好。第4招係色彩差異化。大家要明白，靠紮絲帶嚟認行李係既危險又唔可靠嘅做法。最聰明嘅答案係直接買一個高辨識度顏色嘅行李篋，例如亮橙色、熒光綠或者係鮮紅色。呢啲顏色喺行李輸送帶上面，你離得遠遠都可以一眼認得出。而且對於地勤人員同埋掃描系統嚟講，視覺上亦都更加清晰。下次如果你要換行李篋嘅時候，唔好再買嗰啲百搭嘅黑色或者深灰色喇，除非你每次都想喺轉盤側邊等足半個鐘。仲要好辛苦咁去確認係咪自己嗰件行李。如果你現有嘅行李篋已經係黑色，唔想浪費錢去買個新嘅，可以考慮用行李腰帶。
記住要揀一條顏色好鮮豔嘅腰帶，而且要貼合住個箧身去紮，咁樣又穩陣又顯眼，比起紮絲帶安全得多，仲可以防止個行李箧因為意外而彈開。另外，如果你件行李真係比較重，記得喺櫃台要求貼一張寫住 heavy 嘅超重標籤，咁樣可以提醒地勤人員搬運嘅時候做足心理準備，減少因為用力不當而跌行李嘅機會。做完呢4招之後，其實仲有2個額外嘅保障，係好值得大家去考慮嘅。第一，係喺託運之前，用你部手機幫行李箧影幾張相。影相嘅時候要包括外觀嘅4面，仲有行李箧入面裝咗啲咩嘅全景圖。萬一真係發生丟失或者損壞，呢啲相片就係你向航空公司索償嘅關鍵證據。如果冇咗呢啲相，航空公司未必會承認損壞係由佢哋造成嘅。第二，你可以考慮喺行李箧入面放一個定位追蹤器，例如係 Apple 嘅 AirTag 或者其他品牌嘅產品。萬一你件行李真係無根機到目的地，你可以實時追蹤到佢究竟係喺邊個機場，咁樣你就可以掌握主動權，唔使被動咁等航空公司通知。呢個可以話係你最後嘅保命底牌。講到尾，大家要明白機場嘅行李處理系統，佢係專門為咗標準化同埋效率而設計嘅，佢並唔係為咗你條絲帶或者你個可愛公仔而設計嘅。如果你想要件行李平平安安抵達，最好嘅方法唔係加更多嘢去保護佢，而係要減少佢嘅複雜性，令到你個行李箧喺個系統入面可以順順利利咁通過，做到乾淨、簡潔、清晰可識別。大家記住啦，除低晒啲掛飾，處理好舊標籤，喺行李入面放張聯絡備份，揀個醒目顏色或者加條腰帶，再加上影相留證同埋放追蹤器，咁樣你件行李嘅安全程度已經做到99個百分比，咁完美啦。旅行最緊要係開心，但係做一個醒目嘅旅行者，保護好自己嘅財物，亦都係一門基本功。希望大家下次出門嘅時候，行李箧都可以平平安安去，平平安安返，唔使再喺行李輸送帶前面等到條頸都酸晒。講到呢度，大家可能仲會諗，如果我已經做足咗以上咁多樣嘢，點解仲係會有意外發生？其實呢，機場嘅運作真係涉及好多人為因素，除咗機器會出錯，搬運工人嘅狀態都會影響到你個箧。比如話喺一啲極端天氣嘅情況下，或者係機場罷工、人手短缺嘅時候，行李處理嘅質量就會下降。所以除咗做好我教大家嘅4招，心理準備都好重要。我哋再深入啲講下關於索償呢部分。好多街坊喺發現行李爛咗嘅時候，第一時間係會好嬲，然後直接走返屋企或者去酒店，等冷靜落嚟先打電話去投訴。記住，呢個係大錯特錯嘅做法。如果你喺機場行李，大堂已經見到個箧爛咗，你一定要喺未出閘之前，到航空公司嘅行李服務櫃台，即刻填一份叫行李意外報告，英文簡稱係 PIR 嘅表格。如果你出咗閘先講，航空公司係有好大機會唔認賬嘅。呢個時候，你頭先影低嗰啲行李箧出發前嘅相片就派上大用場啦。你可以對比返出發前同抵達後嘅差別，咁樣索償嘅成功率會高好多。仲有啊，關於行李賠償嘅金額，其實國際上係有統一標準嘅，通常係根據華沙公約或者蒙特利爾公約嚟計算。佢哋唔會根據你件衫係咪名牌嚟賠俾你，而係根據重量或者一個最高賠償限額。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將價值連城嘅首飾、手錶或者大量現金放喺託運行李入面，呢啲貴重嘢一定要隨身帶上飛機。講返關於行李箧嘅選擇，除咗顏色之外，其實個箧嘅材質都有講究。市面上常見嘅有硬殼同埋軟布箧，好多人覺得硬殼箧保護力強，但係喺機場嗰種高空跌落或者重力擠壓下，硬殼箧如果韌性唔夠，係會直接爆開嘅。反而一啲高質量嘅尼龍布箧，因為有彈性，往往更加耐操。當然呢個係見仁見智，但係無論你用邊種，記住形態極簡係最高原則。大家試下回想下，上次你去旅行嘅時候，係咪見到啲行李箧被地勤人員好似拋圓球咁拋？其實喺佢哋眼中，你個幾千甚至上萬蚊嘅名牌行李箧，只不過係每日
成千上萬件貨物入面嘅其中一件。佢哋嘅目標係喺限定時間內將所有貨搬上機或者搬落機，而唔係確保你個箧唔刮花。所以，與其買個好貴但係好嬌貴嘅箧，不如買個實用、堅固而且符合機場系統邏輯嘅箧。最後，我想再叮囑一下各位街坊，旅行嘅真諦係去感受世界，而唔係為咗件行李去操心。只要你喺出發之前肯花個少少時間，按照我講嘅方法去做，你就可以將件行李出事嘅機會減到最低，唔使再喺轉盤邊心驚膽戰，可以充滿自信咁走出機場，開始你嘅完美假期。希望呢啲資訊對大家有幫助。如果你覺得呢啲分享有用，不妨記喺心入面，或者下次出發前再溫故知新一下。祝大家以後每一次旅行都順順利利，行李永遠都係第一時間出現喺你面前，而且係完好無缺。出門大吉，玩得開心啲。